大家好，今日又帶大家睇一套筍盤啊！呢套筍盤咧又係梵高的海啊，都係韶景灣區域，因為啱啱望過去咧就係廣東省2號綠道嘅啊，望得到海嘅啊。呢套房嘅面積咧就48平，咁咧就19.8萬啊。點解即係比其他戶型貴2萬蚊咧？就係我而家同你講講啊，呢個係佢一個半圓形嘅陽台啊，咁呢個係佢呢個開間都有3.6米左右啊，呢個放咗個1.5米嘅床啊，仲係打咗一排櫃喺度嘅啊。其實呢啲功能區你都可以重新跳嘅，呢度放咗個 sofa 都可以休息啊，放翻電視都得嘅啊。咁呢個就業主咧就有自己嘅佈局，你都可以到時買咗之後咧就設計翻自己嘅風格。咁呢一個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開放式嘅廚房咧就呢度用電嘅，唔係用嗰個燃氣啊。咁呢度咧就睇翻佢呢個洗手間度，因為洗手間咧就係一個半圓形嘅，咁咧佢就主要兩個窗咧就可以通風嘅採光，就非常之好嘅嗱。呢個櫃咧就第一個櫃就櫃喺呢度嘅呢個位置，其他設施都好齊全嘅。咁第二個就係呢個入戶度，入戶因為佢呢個係端頭位啊，端頭位呢個位置咧就大概有3到4平咧就可以自己設計下，將呢度稍微處理一下之後，呢個空間就係你可以擺嘢嘅，擺鞋櫃擺其他嘢嘅啊，呢度可以冇翻少少嘅山鏡嘅。咁呢個就我哋從開始咧就呢個就48平嘅端頭位嘅單房啊，總價係19.8萬。如果感興趣咧，可以聯繫我。今期嘅內容咧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